咱做伙来祈祷。主，你是在阮人伫倒位的主，不管阮伫倒位，你拢要甲阮做伙伫地。求上帝帮咱扶持，互阮伫过年的新年假期的期间，不管去到倒位，阮相信你拢甲阮做伙伫地。你的快乐，你的恩宠，你的祝福，拢要甲阮做伙伫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20几年前，当时我担任台南大专中心的主任，所以有一年我受邀请去担任南部真理大学团契的辅导。当时我甲团契的会长有真侪遍的讲话。伫当时担任团契的会长的伊有真侪烦恼，因厝内底亲人的身躯的病痛，因厝内底欠少真侪，经济状况无真好势，伊个人的前途加情感问题。当然，阮做伙时有搁较侪的祈祷，以及分享信仰加团契的发展。因为伊拍算毕业以后，就随要去做兵，所以当时有几啊遍，当我咧甲伊讲话的时阵，我形容伊的个性，其实我形容伊的个性叫做温柔，加能力。就建议伊检采伊会当考虑伫做兵的期间签志愿役，就是成做职业的军人。因为考量伊来会使随时有较稳定的收入，经济状况因为厝内底真正经济状况真歹，所以我就鼓励伊讲，检采你会当考虑。会当做职业军人。伫顶礼拜日的暗时，我去淡水看伊，甲因的太太。去年已经晋升做中校，目前住伫淡水。检采你会甲我讲，哦，牧师你先知呢？遮敖，你讲话安尼讲就准哦吼。其实毋是，就亲像顶礼拜阮伫讲话内底安尼讲，若毋是上帝成就，伊嘛行无到即步。伊先做定校了后，阁剩4冬。伊讲伊即4冬，这嘛是爱看上帝一路引带。因为当时我的喙所出的，只会当算。是望甲祝福，我嘛毋知影伊会当行到今仔日，因为当时我只是口劝伊讲，检采你会当暂时透过有稳定的收入来帮助厝内底的经济尔。结果伊一步一步，就行来到去年，然后刷落去，阁有4冬，检采落去，就爱看是毋是有法度阁升起哩。我相信这就是雅各对伊的囡仔讲这预言的心意，因为诗是出对伊的嘴，总是一切会当成就无，拢爱上帝讲照准算，敢毋是安尼呢？出对人的嘴，期待毋望，总是所有的这个要成就是啥物人讲好算。上帝啊！创世纪49章16节，雅各线接提起伊2个细姨毕拉加示帕所生的囝但、加得、阿瑟加拿弗他利，所以一开始就讲到但。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但要为着家己的人民主持公道。亲像以色列别个支族，
和合本以及现代中文译本来翻译做统治，实上统治或是审判，是甲但是对原文内底是共音，所以头一句其实这是一条歌啦，所以头一句其实有迄个 wordplay， 就是迄个文字游戏的意思。总是嘛会当翻译做，但要判断伊的百姓，就是为伊的百姓伸冤，所以现代台语译本才会翻译，这台语译本是2011年翻译的，才会翻译做为家己的人民主持公道。将华顿这位现代福音派的神学家提出这个翻译，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将同事的迄个字根读做定，就是公强，毋是判断的意思。所以嘛会当另外安尼读讲，但伊的百姓公强，亲像以色列其他的支族。创世纪49章17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但要做路人的蛇，做路中的毒蛇，甲马的脚后顶，互骑马的人倒摔，摔落去，倒闪去，摔落去。好，倒闪去啦，安尼啦，安尼倒闪去吼。但这个支派后来所得到的业，伫以法莲甲便雅悯的西边，包括今仔日以色列的首都叫做特拉维夫，啊，这真歹势，即摆以色列首都刷去耶路撒冷啊吼，就古早迄个首都叫做特拉维夫，是大概伫迄个所在，总是将但比如做蛇，有用水来对抗大，用灵巧赢溃力大的意思，总是内底嘛有稳重，因为咱若对圣经一开始来读，迄个蛇引诱夏娃，所以嘛稳重迄个干巧的意思。所以意思是，但支派虽然真细，总是会当利用形式来赚赢。刷落雅各是安尼祈祷，创世纪49章18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做伙读。上主啊，我伫听候你的拯救。这当看做是雅各为这个囝祝福，或是祈祷内底所插入来的呼求。嘛有可能是为着但日后的处境来求救上帝。创世纪49章19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家dit要互对敌对赶，毋过伊颠倒要对入因的脚后顶。家dit伫原文内底，其实甲对敌对赶拢有共音的意思，迄个音准类似，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诗歌顶头迄个文字，确实是真刁工的文学安排。根据约书亚记13章24到28节，加得这个支派日后的地业，就伫约旦河的东岸，并且因确实拄着阿文人。摩押人甲阿兰人的攻击，不过，就照雅各的祝福，因虽然受攻击，却要得到胜利。创世纪49章2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亚瑟的牧产丰富，通做王室的好食物。亚瑟支派日后所得到的地业。根据约书亚记19章24节到31节的记载，就位伫加利利西边沿海地带，确实迄个所在是土地真肥，会当算做是牛村。
创世纪49章2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拿弗他利是头棒的萝卜，是可爱的罗仔囝。约书亚记19章32节到39节记载，拿弗他利支派日后的地业，就位伫加利利海以西的山地，所以讲因是鹿仔，因为因活伫山地，咸菜果小可会通。创世纪49章2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约瑟亲像水泉边的野驴，亲像山仑仔顶的野马。雅各上尾讲到累积所生的约瑟甲便雅悯。实际上，雅各所吟的这条歌内底用真侪动物的 image， 迄个图像吼，亲像蛇、鹿仔、野驴，咱真正读到的野驴，以及刷落去咱读到的便雅悯迄个豺狼。总是事实上，咱爱承认，这个描述可能咱真正要知影伊的意思无真清楚。咱来承认这点，因为时代甲文化的差异，今仔日的人咧解读这个动物，相信甲古早的人咧解读这个动物是无啥共款。听我意思吼，所以当咱咧读到这个动物，古早人用这个，因为这条诗歌至少爱超过3500年，因为因内底用的文字真侪拢唔知影。所以，拢会当用药的。现代的人只会当用药的，神学家拢会当用药的尔。所以今仔日的咱无法度完全明白，不宜过头来联想，听有意思吼。野驴这个形容约瑟，事实上也出现伫创世纪16章12节，对以实玛利的形容。总是正是咧指约瑟，所以应该爱正面来解读，应该是描述约瑟日后的自由加独立。总是伫这个原文其实有真侪讨论。我想咱伫这免搁讨论这吼，这神学家咧烦恼，因为这个字毋捌出现过，所以大家拢咧讨论这字叫做野驴吗？所以德夫普这位顶世纪的犹太学家是翻译做约瑟是井边的细只牛，伫草场顶头行大只的牛港。迄个另外一位犹太学者是安尼翻译这句吼。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伊认为这段经文伫迄时阵的文化内底，迄个牛会当象征君王。创世纪49章2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写钱的人命令攻击伊，用钱射伊，对入伊。确实，约瑟的生涯拄到真侪迫害甲攻击，因为伊有伤害伊的兄哥波提法的某等等。虽然亲像这个攻击，虽然亲像这个射钱的人咧挖棍要攻击伊，创世纪49章24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毋过，伊挖克雅各的大领者，伊会经犹原安，伊挖克以色列的牧者甲石盘，伊的手腰有力。迄个犹原安的意思就是，虽然真侪人来攻击，但是伊犹原迄个钱下喙佫做力的吼。所以，这只书日本做因的经，因为溃力来断。现代中日本其实较根据原文是咧指约瑟伫这个逆境内底犹原坚强，伊的手骨犹原勇壮有力，伊的经犹原安，指的是伊阁有真侪溃力。创世纪49章25节，
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的老爸上帝要帮助你，全能者要祝福你，伊要赏赐你天顶的福气，亲恩稳重的福气，互你子孙真多，终生兴旺。咱伫过年的时阵读这段经节，其实真有意思，因为这是两句对句，伫遮读无啥会出来。诗歌内底是两句对句，因为是天顶的泉、甘霖甲地上的泉对应。我毋知影咱迄个对联有咱即摆过年会读到真侪对联对无？其实这就亲像对联共款。迄个天顶的甘霖甲地上的泉，下一句应该是，所以下面其实只有另外一句尔吼。下面迄句应该做心坎养饲甲子宫生出，听有意思啊吼！心坎养饲甲子宫生出，安尼尔，吼，伫遮是安尼的意思吼。所以还讲，互你子孙真多，终生兴旺。好，创世纪49章26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的老爸祝福，赢过永远山岭的福气，超过自古以来的山峦仔的好物。这福气要降落伫约瑟的头壳，临到伫对兄弟中间竞选出来迄个人的身上。所以换一句话来讲，雅各对约瑟的祝福是啥物货？咱知，就亲像咱过年会读到迄个所有祝福的事啊。风调雨顺，农作丰收，子孙满堂，六处兴旺，六畜兴旺，六处兴旺哦，兴旺，好，不要紧。这其实这种祝福的词是甲生活伫水源不足的古近东以色列百姓所形成的。实际上，这个祝福也甲《申命记》33章13节到16节，摩西对约瑟支派祝福真类似。约瑟所代表的是日后马拉西甲以法莲支派。当以色列进入迦南地了后，马拉西支派就伫约旦河的东西两边，以法莲就位伫约旦河以西。这两个支派也成做北国主要的溃烂。实际上，第49章24节到25节，迄个真谛，迄个雅各的祝福内底用5种称呼上帝的方法。这5个称呼，讲上帝是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石盘，雅各的大能者。你的老爸上主，迄个全能的，有4个所在提起约瑟的老爸以色列，甲上主以撒所提，称以撒的爸亚伯拉罕的上主真类似。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个称呼上帝的话，后来拢伫诗人的诗歌内底来出现，而且真做。诗人诗歌内底真要紧的学了上帝的话，所以咱今仔称呼上帝叫上帝是石盘，对无？是牧者，是全能的，这个拢是伫这个所在一开始就出现。上尾咱读到创世纪49章27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便雅悯是雄猛的豺狼，再去是吞食伊的猎物，下远是分伊抢着的。便雅悯是以色列后来12支族内底上细、上是伊位置啦吼，迄个位置拄好是犹大支派甲以法莲支派下中上细，像是便雅悯。出一个后来以色列第一个王叫做扫罗，
总是就亲像旧约的学者John Walton 伊所讲，伊直接讲，伊讲这描述便雅悯甲伊的支派，真歹读出这个经文，甲因后来的发展迄款的关系，差不多无法度读得出来。所以，这位神学家认为，创世纪上尾显示三个要紧的变化。第一是创世纪47章29节到31节，来表达雅各来表达一项代志，就是雅各叫迄个约瑟来到伊的身躯边，来表达这个家族的领导，因为伊爱伊约瑟上尾达埋葬伊，所以换一句话来讲，是整个家族迄个领导者。大囝的名分是约瑟的身躯顶头，转到约瑟的身躯顶头。第二，创世纪48章是以法莲甲玛拿西取代了路边甲西面。上尾创世纪49章是指遥远的未来。虽然即时领导这个家族的是约瑟，总是未来是犹大要成做支派的领袖。这后面这段话就证实这项代志。创世纪49章28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这个是以色列的12支族，因的老爸照因大家人应该得到的福分，甲因祝福。所以作者直接指明，不只是对即时的这个囡仔。更加是对未来以色列12支族来祝福甲讲话。创世纪49章29节，咱读到今仔日迄个上尾即节吼，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雅各吩咐伊的囝讲：我要倒去我的列祖遐，恁着将我甲我的祖先带做伙埋葬伫赫人以弗伦残野的洞穴。雅各上尾遗言是伊要葬转去迄个上帝应允的所在，甲伊的祖先做伙葬。伊要葬伫迄个亚伯拉罕所买因合法，就是一开始因是游牧民族嘛吼，因有啥物地，因无地，总是因只有一块地是亚伯拉罕买落来，迄块地是合法的地。所以，伊要葬伫迄个所在。伫遮真侪人拢咧要到底雅各伫遮咧想啥？雅各伫遮有可能咧回应东方的文化，叫做落叶归根。落叶归根，这个想法，总是有可能雅各上尾这个吩咐，伊更较想要表达的是，伊真。惊待唔到所在，就安尼，互人当作伊是埃及帝国的子民，听有意思无？伊待伫倒，伊惊互人当作是埃及帝国，这个帝国的子民。雅各临终的遗言或是祝福，不管是想要团结伊的囝，准备后事，互因祝福。上尾，伊用这个吩咐来表明一项代志，就是伊拒绝甲埃及同化。伊要转去到希伯伦，这个行动也亲像咧代表伊的愿望。换一句话来讲，雅各面对死亡的时阵，犹原继续愿望。伊咧愿望，即时我虽然看袂到，总是将来。阮一定会得到迄个上帝应允的所在。那安尼就到遐带转去，安尼就到遐。虽然伊并毋知影这个应允用啥物方式、啥物时阵才会实现，就亲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讲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伫希伯来书11章21节所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对信。雅各临终的时，甲约瑟的囝一个一个祝福，伊靠伫棺仔头敬拜上帝。咱爱知影，一个人
4大众都安尼尔。啊，上尾雅各有法度倒的所在，嘛只有靠迄个管仔头安尼按的。啊，伫遐虽然安尼，伊嘛要向上帝求讨，敬拜上帝。其实咱的祈祷就是敬拜啦。维瑟尔这位198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讲到雅各的时阵，伊安尼写：伊讲当雅各在要死，伊就叫这个囝来到伊的门窗前，来对因讲，因救赎上尾的秘密，就是时间甲历史的终点。这是伊一生上疼、上心碎的时刻。伊急要向因讲，公开伊所看到的，总是伊做袂到。除了看见，伊无能为力。米达是安尼写，伊讲，当雅各要开嘴讲话时阵，忽然间感觉真苦恼。伊会当看见的，只会当限定伫以色列的命运。总是伊太会知影，伊的子孙犹原会遵守以色列的教示咧。伊的反应是正确的，因为伊知影，即群以色列的囝儿真歹，永远成做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安那反复，因的心嘛袂听。所以以色列的子孙，阁有真侪苦难甲试炼咧等因。伊通做，只有祝福因。维瑟尔讲写到以色列的悲哀是真深刻的，因为伊这个人本身，伊是犹太人，捌经过第二次大战集中营的苦难，伊就是写集中营苦难真出名的人来得到文学奖的，所以伊感受到，就是上帝怜悯雅各，互伊伫临终进前会当亲像看见未来迄款，对伊的囝儿、伊所听的囝交代遗言，总是因要拄到啥物呢？因会继续坚持，诚做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叫做上帝的囝儿的意思吼，上帝所赏赐的。这都毋是雅各所会当做会到的，伊只有远远看，为因祝福。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以色列雅各对这个囝所讲的话，确实有一寡内容伫历史顶头毋捌实现过。这嘛咧对咱讲，这叫做咱即时的祝福。祝福真重要，总是。是毋是有法度应允爱看上帝？伫遮，咱只有读到一个老爸的敬拜甲恳求，总是只要是上帝的囝儿，拢会知影上帝的囝儿是即款的人，就是临终进前拢爱知影敬拜上帝的人。实际上，这样代志就甲约瑟无啥共款。咱后礼拜上尾读到约瑟，甲上帝关系就完全无共款。我伫遮就莫透露后礼拜。安尼伫勒德这位美国近代女诗人，伫伊得到普利兹奖的一本册叫做。翻译叫做《溪畔天问》，顶头安尼写，伊讲：我想临终的人上尾的祈祷词，应该毋是上帝讲求你，而是讲多谢。就亲像人客伫门口向主人多谢，因为上帝无管生切，这个。宇宙毋是凊彩做出来，是用庄严、无度理解、认真的态度做出来。伊是用真歹切度的秘密、神秘搁快速的一种快乐做成的。咱对伊完全无能力，
咱只会当看伊来成就。这就亲像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所会感受。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模模无明，将来会面对面看清楚。我现在只有在一部分，将来会完全了解，亲像上帝完全了解我。无人会当看见未来，就是上帝怜悯，互咱参与伫中间，亲像会当看见，较厚咧。无人会当看见，就亲像20年前，我这个学生伫遐安尼甲伊陪伴，甲伊做伙祈祷，我嘛毋知影，我会当看到20年后的伊，因为这就叫做上帝的奥秘。即时咱通做，现在咱会当做，就是祝福尔。就亲像诗人，伊嘛捌写另外一首诗。伊安尼写，伊讲：伫上帝的怜悯中，每一个伤痕会当连起来，亲像一条拉链。过去是伤痕，上帝怜悯会当变做一条链仔。这就是祈祷的作用。祈祷会当互人亲像伫死荫的山谷内底，将遮的一切拢吹转来。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阮知影，阮就活伫你的奥秘中。主求你甲阮做伙伫地，互阮活地会晓学习去祝福。总是主，阮知上尾成就的只有你。求主甲阮做伙伫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